大家拢讲我袂了解，拢在讲了解，大家拢讲讲航海，讲我航海就是为着了嘛，我明仔日了是做较大，因为咱的各位愈大，你所经历的代志吼愈多，而且是愈困难。你看这条路愈困难，当然是要到咱的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呢，安尼先天下啦，先天下的，不能地。伊有一个咧，做迄个人讲叫一切自先的，伊个但是一个一个是哦，是一切自先的啦，但是一个名啊，是一个个人的生命啊，对啦。伊过来第一轮的过程当中，伊就去做这个生命吼，伊阵我就是红光，这新环下底大气新环看在咱是怎生山顶啊，伊拢，迄阵时阵拢爱是迄个，一切气功是等于的款，一个名啊，这个名开始吼，伊就是伊喺山顶这个时间因为拢无一家人食，其实。因为一个你拢无食着，因为主要人讲的，因为这是迄个汤的啊，伊就要倒就细命落去。迄地主啊，去看毛年骨，去后台做一项土啊，伊传物件在土饼啊铺子啊，土啊铺子，伊就是即个山顶了因为伊规个是动物的身上，但是个土伊是收过来地啊嘛，伊是真即个辛苦无共个。法官伊要动，也是就退的，中间伊无退转的嘛，所以伊知影讲这有一个气功能的生命伊才要收，伊知影伊很困难，腰巴肚腰在伊即个地方，这生命咧落去，拄啊伊就出一个关讲伊要来冒险，因为土啊伊要来冒险，这个时阵边仔佫有一个树啊声，迄有哪？伊来想讲，就是我听要请，伊嘛发出一个智慧心，伊知影讲，这就是转地轮伊就是转地轮伊就是要来动这个地轮要往这较完善去。所以伊就来看，伊就把挂做一茶杯，树正挂的花，树枝外花是白花的，是较足严的伊即摆伊就拿伊遐伊个孙啊伊囝讲因为咧，这份无简单。伊知影即摆这个生命伊爱互伊累世，伊有足多有法是当去动众生，伊爱延续伊的生命，延续这个生命的生命，所以伊牺牲家己来互伊食。伊讲要牺牲家己互伊食伊搁甲伊讲你拢爱会记个今仔我来食，就是因为我听闻这有法，我把阿送他。我把阿道下做你嘛，唔通拢同款来叫安尼去做爱听闻有法，安尼你唔通有机会甲跳出这个轮回但是所以咱进行可无。伊这个囝伊就妈甲妈妈讲妈妈，这个花囝甲妈妈讲，你讲咧如何遮尔好，袂使去失去这个机会。安尼我嘛要对你去啦，较会使，伊就我头家囝讲你就会记个等下去找我水找较臭这个生命延续。妈妈你就好爱有无？对囝是爱交代，你好我就好收命讲。爱囝讲无你讲着有法则好，咱以前家己可会当做较大迄个生命动，准备慢慢的种成，这个机会伊嘛袂着。伊讲了无等伊妈妈讲话，这只土仔囝我是安跳起过来，这跳起过来伊妈妈看伊跳起了，伊就甲伊遐土仔讲着好收命好活好跳起，人家拢跳落。迄树声的过去就听两只土仔吧，谢谢。结果这个时阵呢，这个地基方面听着，是老够艰苦的，目屎是流。伊讲伊摕万物生命，叫咱人拢有伊的心嘛。伊为这世开始，因为正常只要有这个该开路，无这个该条为此时此刻开始，伊要甲咱定下一个道。
迄个菜就是安那，拢爱食东西，袂使食重心的肉。为迄个时阵，伊讲就是叫做纯猪底的纯，吼，啊，只是迄个姓氏的意思。伊讲规即摆开始家己伊的门，就是咧收伊迄个即个法律的啦，就是拢一定袂使食肉，爱改迄个肉，因为伊讲吼，重心拢是平平。啊，伊互体吼，伊讲是真两个互体吼，伊敢有甲食？无，伊就啊家己安那话讲了，伊讲是原，伊讲发一个原哦，生生世世不甘，就是而且重性嘛，讲我跳入不爬回来，迄个土命，就是一爬回，三个拢生得，三个拢生得。啊，你看哦，你若王你敢有选是做土王呀？啊，你做龙王，啊，你做虎王，你做金王，都袂告诉的嘛吼。因为论作地动物的心，伊迄拢是啥原因？所以，咱来了解咱个人其他即个原因。啊，原因是啥？原来的心嘛，恢复到较原来的心，伊叫做原。咱若拢有一个原。原好吼，变化啦，今年会议给咱的去年全部都有讲，原好形成对谁不断的追，吼，不断记录，吼，拢不断的一直不断的吸，不断的吸。啊，有另外有时候，咱马讲是不断烦恼，但是不断烦恼是咱以为烦恼成是记录。啊，咱小朋拢无共，咱小朋友讲啊，从十多比我平安健康无代志。啊，咱去年全部拢是安尼哦，你互我。愈侪个，我的力量愈大，可以看人成就的所有大了，愈大。啊，所以说是，好像比喻即个故事，是咱彼此咱家人彼此咱来学习。过去的圣人生活，伊是安尼咧做。当然，咱毋敢去，若讲咱有法度遮大个即个功力甲力量，咱甲修强安尼。但是咱嘛爱对就是因的骹步。所以叫前面脚步，咱来知影，咱爱甲对方，是咱人对咱一切侮辱、伤害、诽谤，咱拢爱来安怎？来当作是咧甲咱消咱过去所做下的罪孽。咱会来做人是还佫有带罪啊！你来带罪是讲的哦，各位姐妹，今仔日就有两听，咱会当知道是咧带罪是讲，带即个罪，然后去认即个。公平是迄个建迄个公，会当来啊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。你若进来去较大事，你会当啊，互你人生的各位迄个力量搁较大，搁较提升。是啊，做即个人是啊，啊，就咱拢会讲做人苦海，苦海当中会当从菩萨安尼，主动道理，是己不是？啊，这是一种的目标。咱爱一个人上较大，咱是若收落来。改良我目标大，咱是收落来。咱是若家己讲，是咱上着一切无好的业点，拢是咧来消咱。真正是只是过去世所做下的业。啊，你爱有决心讲安那，咱莫去甲怨恨，莫去甲怨恨，莫去甲生迄个怨恨心嘛，气愤心。因为你一旦若搁生迄个心出来吼，人要甲你消啊哦，你搁生迄个心出来不一样哦。不但不能消哦，而且个呀吼，你的严重，就这个愈好。啊，我一世人来讲，连续中好的事情啦吼，拢是好，啊歹的事情是歹，因为你就是算是互家己安那，唔相信。咱之所以相信，咱的是在过会互咱行出一条成功的路，咱才有相信。